来看清华大学有全国头一个原住民科学发展基地，即马是正式启用啊。内口站是由红门头起的，啊那外口站是有用新竹尖石的竹啊，打造原住民特殊建筑。未来唔若要展示原住民文化，嘛用来教学甲办公。用竹啊打造模仿原住民族传统建筑物，内底有办公室、文化展览空间，外口阁有会当炖小米的仓库，甲3公尺悬的高台，将原住民族传统生活完全展现出来。看到这个竹屋的建筑，非常的感动。进到清华大学来受教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我们族人所留下来的文化，甚至于是各种生活的规范。隐性的传统的智慧变成显性的这个科学的这一个展演。那在这个隐性知识跟显性的知识里面的交融，希望我们原住民的这个科学教育能够蓬勃发展。上特别的是，基地地下室的教学空间，佫利用 AR 技术，让民众体验竹仔厝甲石板厝的科学知识。人与人的关系，跟人跟大自然的关系，其实原住民多年的智慧留给我们很多可以借鉴的、可以学习的。提供原住民族科学教育有一个实体的空间，我们可以在这边呢做更多探究与实作的科学活动。基地未来把准备开放予学生甲一般民众，做伙来分享原住民族科学中心的研发成果，希望予更较侪人了解原住民族传统文化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